喺屋企做節食剩啲鮑魚同埋鮮蝦，咁樣我哋攞嚟整呢個鮑魚海鮮炒飯，簡單方便而又十分之好味道。有興趣嘅可以一試。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跟住將鮑魚切絲，跟住再將鮑魚切粒，盛起備用。雞蛋2隻，打開之後加入少少鹽、少少胡椒粉，跟住用筷子將佢攪勻。呢啲就係煮鮑魚海鮮炒飯嘅主要材料啦。開中火落油。首先放一半蛋液落去，睇見啲蛋液開始凝固啦，咁我哋就反轉再煎另外一邊，跟住用鑊鏟將佢分開一塊塊，跟住就拔起佢。放入帶子，落少少油，將帶子煎到兩邊金黃色，跟住我哋就可以將佢拔起啦，再落鮑魚同埋蝦，用鑊鏟將佢兜勻。煮佢一陣，咁樣就可以將佢拔起啦。開中火落油，放啲薑米落去，用鑊鏟將佢爆香。薑米爆香之後，放啲冷飯落去。鑊鏟將佢篤開，將啲飯整鬆佢，啲飯整鬆咗啦，咁我哋放埋另外一半嘅蛋液落去，等佢同啲飯撈勻。咁啲飯好快已經變咗黃金炒飯啦，跟住我哋就放晒所有材料落去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最後放埋啲蝦、蔥花，再加多少少鹽。用鑊鏟將佢兜勻，跟住就可以將佢拔起啦。一碟十分好味嘅鮑魚海鮮炒飯咁樣就完成咗啦。睇完片之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